咁一陣間咧，我哋咧就會做一啲嘅柔軟嘅體操啦，跟住咧亦都係做我哋嘅步行一啲帶氧嘅運動。OK，好啦，咁我哋今日開始今日嘅運動噶咯喎。咁我哋咧，大家咧遞高手，深呼吸，大家吸氣，落翻嚟呼氣。好，第二吸氣，呼氣。第三吸氣，呼氣。好，然後個頭咧向左邊轉，去翻中間，再向右邊轉，去翻中間，做多次，左邊，中間，擰個頭去右邊，中間，好，左邊耳仔貼左邊膊頭，去翻中間，右邊耳仔貼右邊膊頭，中間，再做多次，左邊耳仔貼左邊膊頭，中間，右邊耳仔貼住右邊膊頭，中間，好，揼低個頭，向左轉，然後再揼翻低個頭，向右轉，好，揼低個頭，向左轉，揼低個頭，向右轉，好，然後我哋縮起膊頭，向後轉大圈，一，做5下，二，係啦，擴胸啊，我哋要，三，轉個膊頭，四，5。OK，好，然後之後咧，我哋游水啊，我哋將隻手向後游背泳，一，第二邊，2，做6下，3，係啦，遞高隻手，4，我哋游背泳啊，5，做得好好，6，好，之後我哋游蛙式咯喎，一，做5下，2。3，係啦，撥開啲水，哇，好舒服喎。4、5，好，之後我哋游蝶式啊，我哋向前撲隻手向前，一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然後之後咧，我哋條腰向左邊轉，好，再嚟向右邊轉，再嚟左邊，好，4，好，做多2下，5，啱啦，6， OK， 好，捉住隻手，我哋磨米，一、2，係啦。打圈磨米，3、4、5，好，然後調翻方向磨，一、2，係啦，喐動隻手，喐埋條腰，3、4、5，好，之後我哋條腰咧向左轉。然後我哋咧就向右轉，再嚟向左轉，向右轉，做多一次啊！向左轉，向右轉。OK， 然後我哋打棒球，屈埋隻手打出去，一、2、3、4、5，係啦，屈起隻手打出去，6。OK， 好，然後上下轉動隻手，3、4、5、6。OK， 好，翻開隻手，我哋咧好似咧嗰隻鴨仔咧喺度游水啊，喐下個手腕，係做得好，好，揈下手。好，
好，之後我哋。